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農爺爺，我成日覺得肚脹脹，成身重重咁。小龍，呢個係濕氣入體，爺爺整碗健脾去濕湯俾你。神農爺爺，呢啲就係健脾去濕湯嘅食材：瘦肉、陳皮、茯苓、山藥同埋慈實啦。呢啲都係健脾去濕嘅好幫手，家常又安全。陳皮理氣健脾，茯苓利水滲濕，兩樣配埋，濕氣走得快。哇，有少少果皮香啊！瘦肉先飛水，去血沫，湯更清甜。得啦，神農爺爺，我識整。山藥同刺實，健脾又補益，全家都適合飲。等佢滾起上嚟，就有湯飲啦。大火滾10分鐘，再細火煲30分鐘，味道更出嚟。好香啊！煲好啦，加少少鹽調味就得，唔使加太多料。好正啊，入口好潤。健脾去濕，溫和不燥，全家飲完都舒服。以後我要經常飲，唔再身重重。